村又名望下村，係澳門半島過去8條村落之中規模最大嘅村落。據記載於明朝洪武19年，即係1386年開村。傳說望廈之名係遙望廈門之意。村民好多都嚟自福建廈門，有趙、何、沈、黃、許、朱姓500餘戶。今日我哋邀請到城市規劃師林奕哲先生同我哋一齊遊走望廈村，探尋古村嘅歷史足跡。林生啊，今日係行望廈村喎，點解咧會由普濟禪院開始嘅？係啊，依家嘅人一講起望廈就醒起係望廈體育館，但其實喺以前望廈村南起今日嘅高士德馬路一帶，北至望廈山，係澳門佔地範圍最大嘅一個村落嚟嘅。望廈村嘅範圍包括今日嘅啤利拉街、爹利仙拿姑娘街、美副將大馬路、高士德大馬路、雅廉坊大馬路、布行、田螺里等等嘅街巷。而望廈村村民當時擁有大量嘅土地，係大地主嚟㗎。呢區可以話係有錢人嘅集中地。而位處望廈村核心嘅普濟禪院佔地寬廣，亦都體現咗望廈村村民嘅實力。周邊至今仍保留住舊村嘅風貌㗎。據我所知，望廈村嘅名人呢，就係宋代皇族後裔，佢哋係宋太宗趙匡義嘅後人。喺明朝末年呢，就遷入望廈村，人稱望廈趙氏。而其中啦，清朝嘅趙元祿同埋趙允清父子就最具代表性。普濟禪院對面呢，曾經仲有一座趙氏家廟，就係趙氏父子啦開創私塾，教育村民㗎。係啊，蘇怡，以前嘅廟宇除咗有宗教功能之外，仲有教育、保安、聯誼同埋管理等多種嘅功能嘅。喺呢個望廈嘅附近仲有其他歷史嘅廟宇喎，不如我哋去睇下。啱啱我哋去咗大間嘅普濟禪院，而家嚟到細間嘅先鋒廟。林生啊，點解呢座廟嘅地理位置咁特別，俾啲大廈圍住咗嘅？先鋒廟位處望廈村嘅西邊，供奉先鋒將軍楊業同埋東海龍王。其實呢度以前係海岸嚟㗎，係入澳門城嘅必經之路。唔好睇小呢間廟啊！佢曾經係清朝軍隊望廈信駐紮嘅地點。清軍撤退之後，佢連同附近嘅城隍廟成為望廈村民用嚟抵抗葡人侵佔嘅據點，見證咗以前望廈村民保衛領土嘅歷史，同時見證澳門填海造地、推移海岸線嘅發展歷程。19世紀中期，葡萄牙人逐漸將勢力向澳門北邊推進，而望廈炮台就係1866年建成嘅。係啊，蘇怡，關於望廈炮台嘅建成就一定要提到獨臂將軍阿馬流。佢當時係澳門嘅總督，佢上任之後開始擴展葡萄牙人嘅勢力範圍，計劃開馬路、築炮台，結果引起到華人嘅民憤，俾村民沈志亮喺蓮峰廟前面刺殺㗎，史稱阿馬流事件。後來澳葡嘅軍人美士基打，即係我哋依家叫嘅美副將，帶兵佔領咗關閘，促成咗望廈炮台嘅建成。好啦，蘇怡，不如我哋上去炮台睇睇啊！望廈炮台係北區嘅制高點，當年係澳葡政府喺北邊防線嘅核心堡壘，可以全面控制澳門連接內地嘅陸路交通。炮台直至1960年就停止使用，後來澳葡政府將炮台區開闢成市政公園，而兵營又改建成旅遊學院同埋教學餐廳。自從望廈炮台同兵營建成之後，葡萄牙人嘅生活足跡開始走入望廈村嘅周邊。喺1907年坐落喺繁華嘅啤利拉街中段，曾經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管理嘅望廈聖方濟各堂落成咗，為澳門嘅教育、牧靈、醫務、社會福利等工作作出咗貢獻。聖方濟各堂線條簡潔，係澳門一座現代風格嘅教堂。喺左手邊係聖方濟各安老院，而喺右手邊前身係一間由修會創辦嘅育嬰院，後來因為社會嘅發展，改建成一間安老院，之後再改建成今日嘅一間學校。葡萄牙人陸續遷入望廈之後，又喺美副將大馬路一帶建設咗一批公務員嘅房屋，
之後，望廈村嘅地域觀念就慢慢融入咗澳門嘅城市發展裏邊啦。今日唔該晒林奕哲先生啦，同我哋介紹咁多有關望廈村嘅故事。雖然而家已經見唔到昔日嘅村莊，但係望廈嘅歷史故事依然存在喺我哋身邊嘅大街小巷之中㗎。如果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澳門街道嘅故事，可以親身體驗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，發掘更多嘅故事㗎。